腸粉米香四日，乳鴿色澤紅亮，老西關水菱角軟糯可口，盡顯嶺南風味魅力。仲有多位非遺傳承人現場展示廣繡、剪紙、年畫同埋糖畫嘅技巧。希望能讓大家嘗到這門手藝，然後能讓大家都吃到廣州的好吃的。活動發佈咗全運主題菜單，將會喺全市餐飲門店陸續推出。有餐廳創意呈現咗酷炫冰崩菜品，唐藝廣州塔搭配杏仁、澳帶製成嘅冰崩波，造型別致，色香味俱全。15道即係全運會嘅菜單，即係我哋嘅嶺南個文化。咁就好似整成荔枝咁，咁亦都係今次個喺全運會菜單入邊嘅主題菜單。點心係廣州享譽世界嘅美食名片，尋找省點計劃正式啟動，集結咗全省餐飲品牌以及行業協會專家推薦嘅30幾款代表性嘅點心，劃分為廣府、客家、粵西、潮汕4大省點戰隊。消費者可以通過線上線下聯動嘅方式，為心儀嘅點心投票。一起票選出最符合大家心目當中的，能夠代表我們省點的冠亞季軍。由廣州銀行攜手推出100萬級的消費補貼，從10月17號起，會通過週5的1元購50元美食券，以及1元購冠軍美食一系列的活動把這個我們市民的消費熱情帶動起來。